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文傑新時代頻道，我係劉文傑。今集咧想同大家講一樣咧，近期都非常之多人討論嘅城中熱話，亦都係同大家息息相關嘅，就係喺巴士上面咧，需要佩戴安全帶呢一條法例咧出咗嚟嘅。OK， 咁當然啦嚇，即係出嚟嘅時候，我自己都陣唔係啩咁樣嘢啦嚇。咁啊，但係之後咧我都叫做啲乜嘢呢？我嘅睇法就係話，咦，其實原來有好多人呢，喺呢一個嘅法例出到嚟之後呢，都意識得到其實巴士都真係要攬安全帶嘅。不過當然啦，大家社會裡面有啲乜嘢嘅感覺呢？我相信大家都係控制唔到。但係我哋嘅行政長官嘅其實講咗呢，就話啦，唔係真係要罰你，係要教你啫。嗱，咁樣聽落去呢，係咪成件事順好多啊？係嘛？其實講真，立唔立法都好啦，或者立法，其實佢嘅目標目的其實都係想保障大家安全嘅啫。法例我自己個人嚟睇呢，只係一個教育嘅手段。咁啊，成單嘢係點呢？我哋就一齊睇睇。喺影片開始之前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分享、讚好、留言、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。記得撳埋個啷啷掣，揀個全部，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啦。嗱好啦，咁啊巴士去強制佩戴安全帶呢個法例咧，其實就過咗25號噶啦，係咪先？咁已經正式實施咗噶啦。其實呢個嘅規例咧，其實就係完全係從各個唔同乘客嘅安全目的嚟出發。我相信政府立法嘅原因都係想保障大家生命安全嘅啫。咁絕對我覺得啊係一個好意嚟嘅。當然啦，呢條嘅法例呢，我都估唔到有引起咁大嘅討論，或者叫做咁多嘅討論嚟嘅。OK， 咁啊有人支持亦都有人反對啦。但係我哋都要諗一諗，就係話究竟我哋其實係咪做多一步嘅話，我哋嘅保障係會更加多呢？嗱，我自己嚟講，我其實都多去搭呢個嘅巴士嘅。我之前去睇炎明熹演唱會嘅時間呢，我都係搭巴士去，我唔係坐車去嘅。OK， 咁巴士上面有安全帶呢，我會攬嘅。講真嘅，因為大埔之前九道山實在發生過一個咧非常之嚴重嘅巴士翻側意外。咁總之有嘅我都會攬嘅。小巴唔使講添啦，小巴直頭係之前有人拉添啦，係咪先？咁更加會攬嘅。冇乜所謂啊，小事啫，係咪啊 ？OK， 咁我覺得都係對我自己嚟講嘅保障嚟嘅。當然有人唔同意啦，咪是但啦。你覺得你即係覺得你嘅生命可以攞嚟搏嘅話，就去照去咯。咁啊，我覺得我嘅生命就唔使攞嚟搏啦，我會攬嘅。OK。咁啊，我哋睇翻警方公佈嘅數字咧，咁就係話啦，喺2024年交通意外造成嘅死亡人數同埋嚴重受傷嘅人數，一共係有差唔多1200咁多嘅。雖然比起2023年嘅時間少咗，咁但係其實交通意外咧，其實老豆一宗都嫌多。我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我頭先提過嘅2018年發生嘅大埔公路嘅巴士意外嘅車禍啊，造成最尾咧19人死亡，66人受傷。呢個慘劇到現時為止仍然歷歷在目。當時嘅獨立調查報告出咗嚟就話啦，基本上係應該要強制佩戴安全帶，咁樣先至可以防止到呢一類型嘅慘劇發生。呢個係一個重要嘅措施。嗱，根據翻研究嘅數據顯示，佩戴安全帶可以係減低40%嘅交通意外嘅死亡率，而受重傷嘅風險亦都係可以減接近70%嘅。呢啲數據基本上都可以好好咁樣話俾大家聽，點樣先至可以避免死亡，同埋點樣先至可以避免嚴重受傷嘅風險。大家都，我個人認為啊，如果為到自己嘅生命安全着想咧，應該呢個政策咧都點都要支持嘅。就算冇呢個政策，其實大家搭車都應該要攬安全帶嘅，啱唔啱啊？因為點解啊？喂，大佬，生命冇 take two 嘅，一個咁細嘅動作，少少行到啪一聲咁就可以大大咁樣保障到我哋大家生命安全啊嘛，係咪？跟住我哋都可以睇下其他地方嘅，例如內地啦、澳洲啦、英國啦、新加坡啦，其實早就已經實施咗類似嘅相關法例。咁點解人哋做咗嘅事，但係我哋香港係做唔到呢？大家如果去新加坡旅行，你會唔會攬安全帶呢？一樣會嘅啫，係咪？咁其實我哋香港早喺幾廿年前啊，私家車、的士、小巴基本上都要求乘客佩戴安全帶，而家只不過係將呢個規例呢擴展到去巴士度啫。
本質上我覺得冇乜分別嘅，就好似我哋搭小巴一樣咁，要扣安全帶一樣，都成為咗一個共同嘅共識。咁啊，搭巴士搭安全帶，老老實實啊，即係好現實地同大家講啊，都係時間問題啫。當然有人可能話啦，新嘅法例擾民啊，成日等等，又話巴士嘅安全帶唔乾淨啊，呢樣嗰樣嘅問題。但係其實巴士喺即係佢哋自己收更之後咧，公司咧都會進行一啲調查嘅，都會進行檢查嘅。咁啊，如果安全帶有問題嘅話咧，巴士公司會處理嘅。如果成日發現有問題嘅話，咪同巴士司機講翻咯，或者同巴士公司講翻咯，係嘛？我相信佢哋會改善嘅。但係生命咧，其實就係無價嘅，生命咧亦都冇得討價還價嘅，係咪先？所以其實反對呢啲嘅聲音咧，其實講真，我唔知大家點樣睇生命，但係我自己喺冇呢一條法例嘅時間，可能我慣咗我揸車又好，我搭車又好，我搭小巴，我搭巴士都好，我去第二啲地方玩嘅時間都好，就算我返大陸搭嗰啲滴滴都好，我都係會戴安全帶嘅，因為唔好意思，我覺得我條命矜貴。OK， 所以其實任何生命都係矜貴嘅，所以咧唔應該係即係點講咧？你可以話哎呀，即係政府要體諒下啲難處，成日等等咁。但係我覺得就話你真係要話好有問題嘅話，呢條法例我覺得又未去到咁嘅地步，係咪先？啱唔啱啊？咁有啲人當然啦，一定係借勢㗎啦，係咪先？即係有啲坊間市民啊，有啲嘅聲音嘅時候借勢為反而反㗎啦。咁講真，為反而反嘅人係咪又真係負責任呢？啱唔啱啊？我覺得有啲不負責任嘅。當然你話點樣可以係將呢一個嘅叫做教育推廣得更加好呢？我覺得呢一個呢係有一個斟酌空間啦。呢啲係唔同嘅嚇。所以其實我都想同大家講就係，如果有一日發生一啲大規模意外嘅時候，而嗰啲人又即係喺呢個時間推廣話叫啲人唔戴安全帶，咁係咪一個負責任嘅行為呢？又或者到時會唔會又有人調翻轉怪翻啲人冇戴安全帶呢？其實我哋行政長官李家超已經講咗啦，其實法例呢，開初嘅目的其實都係想宣傳同教育啫，唔係會嚴厲執法，唔係要捉大家話戴唔戴安全帶嘅嘢咁樣，其實都係想教育為主啫，係嘛？巴士公司亦都講咗啦，會加強清潔安全帶，亦都會喺總站嗰度派人去做宣傳，提醒大家咧上車戴安全帶。其實我個人認為呢啲措施咧都係希望大家培養到一個好嘅習慣，慢慢適應，去保障大家嘅生命安全。發生咩事嘅時候唔使賠償咗自己生命出嚟啫嘛，係咪？生命我個人認為係無價嘅，保障安全係唔可以退讓呢一樣嘢，我相信大家都認同。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正面啲去睇睇呢一個嘅叫做新例啦。咁我覺得就係你當佢係教育大家去做呢件事啦，好唔好啊？咁有啲人就話啲阿婆叫做好慢啊，成日等等咁樣有安全帶棘住咁樣，咁其實咪你早少少，即係啲婆婆其實自己會識㗎啦，早少少拍咗一掣，跟住落車嘅時候早少少行過去，知㗎啦。咁司機見到阿婆要拍掣行，咁落車，咁佢都會等嘅。大家即係搭公共交通工具都有啲同理心㗎嘛，係咪先？啱唔啱啊？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我哋每一個人啦即係有呢條法例嘅時間咧，或者叫做有呢個推廣嘅時候啦，而家叫教育推廣啦，我認為係咁我覺得都係一件嘅好事嚟㗎，係咪先？即係起碼大家而家都知道，其實搭車係應該戴安全帶先啦，啱唔啱？會唔會有人覺得我太阿 Q 咧？係咪？嗱，我覺得我自己就好支持呢個嘅叫做佩戴安全帶嘅，因為呢個係對自己生命嘅一個負責嘅行為，亦都係對我哋自己屋企人嘅一個負責行為嚟嘅。咁唔知大家覺得點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，你點睇件事？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。喺影片完結之前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分享、讚好、留言、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，記得撳埋啷啷掣揀個全部，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，拜拜。